喂，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。你现在能不能跟顾先生解释一下？你就告诉他，我跟你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喂。 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个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顾启成一定会离婚的。那离婚的话，贺锦熙怎么办？天哪！司徒，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，这件事情是谁在搞鬼？ 贺锦熙，这次我倒是要看看顾西城还会不会要你。